几个好汉在这儿挡道。别过来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好好看看。傻瓜！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不和你们净啰嗦。哦。哎，水哥，就他一个，咱不怕。顶哥，看我的！走！哎，跑得太快呀！好吗还？要干啥？吃瓜交钱，天经地义啊。我没钱，真没钱，真没钱！他们都带走了。那你这穿着一身军服欺辱百姓，有无廉耻啊你！有无廉耻？有无廉耻啊？嗯？那这样，你把马留下，顶瓜钱。对，对。那么，马留下我交不了工，回去挨刀的。哦。要不这样，老人家，这次花钱算我欠你的，下次还点不行吗？不要了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一定要！哎，我真没钱。真没钱？没钱你还出来吃瓜？啊？哎，你是哪来的？瓜州。瓜。行，那看在你是瓜州来的份上，这个瓜钱我先帮你垫了。谢谢几位少侠，谢谢少侠。记着以后千万别再吃白食。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听见没有？几位少侠是？我们是长安五少侠。哦，好。知道了吗？知道。走吧。哎，滚！是。这。先放他一马吧，不难为他了。好了，咱们也该赶路了。大叔，我们先走了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告辞。再来啊！再来！撤！瓜州。走。没错，就是他，那不是虎吗？我会去看看。赛马！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天天都在这找我，就为了等你们，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。你到好月楼来吧。哎，差不多。赛马，你说话呀！赛马！怎么回事？水哥，说句话呀！哎呀，五位少侠一路辛苦啦！我已经
接到王大人的信札，等候多时了。杜大人，这是王大人给你的信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把马牵到马厩去，好生喂养。是。先给各位接风洗尘呐，请。请。哎，缘分，缘分呐！几个月前我去长安，几位少侠光顾客栈，可谓是狭路相逢，风云骤起呀！几近刀剑相向，然天意非人意可为呀。先有王公子王林出手相助，后有王大人从中斡旋，可谓坏事变好事啊！这就叫不打不相识，相识结缘分呐！哎，这不，几位少侠从长安城来到瓜州府了，可喜可贺！来，哎，杜大人，你不会给我们穿小鞋吧？哎，哪里哪里，水哥现在是王大人的义子，你们几位又都是王大人举荐来的，我就是有这个贼心，也没这个胆呐！啊，何况我也是爱才之人，求贤若渴呀。几位少侠都是少年才俊，各怀功夫，来到大漠戈壁报效国家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我还怕你们半路气馁，逃之夭夭呢。哎，不会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当然不会了。我们几个是既来之则安之，以后就听您的了。好，好，好。鸟不怕天高，鱼不怕海阔，我们呀是给点亮光就闪亮。好，来，来，从此以后，这瓜州呢，就是5位少侠展才用武之地，成就功名之所。干杯！干杯！来。哎呀，为了义子的事，王大人可谓是煞费苦心呐。杜某毕尽全力，不惜肝脑涂地。这瓜州城地处大漠戈壁，虽比不上长安城繁华舒服，却也是西路商道的咽喉。这刺史府不但要保护地方的治安，还要护各路商队及各国使节的安全。5位少侠到此从军，要做好吃苦受难的准备呀！哎，杜大人，在长安呢，我们是大鱼大肉吃惯了，来这儿啊，吃点粗茶淡饭换换胃口，正好。好，有这句话就好。来，报，说，安西都护府节度使高将军召各州使臣赴都护府议事。什么时间？3日后，马已备好，请杜大人即刻启程。知道了。哎，饭后安排各位少侠在刺史府歇息，明天一早去见毛大人，把他们安排在马队。属下明白。哎呀，公务紧急啊！我要即刻启程去安西都护府去面见高将军。啊，各位少侠慢用啊！哎，杜大人，那你不给我们穿小鞋，那毛大人会不会啊？看你说的，我都没有这个胆，他能有吗？哈，几位少侠慢用啊！哎，好，慢用，走，招呼好啊！杜大人是慢走，大人慢走。来，各位少侠，吃好喝好，我给大家摆上啊！来。我就想不通，那赛马来瓜州干啥？这有啥想不通的？秃子头顶的狮子明摆着，冲水哥来的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在长安城，我们是端盘子洗碗的；在这儿，我们是官军的，
能护着他不好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让赛马回长安。为啥？怕他连累你啊？怕我连累他。水哥，你又想多了。咱在军营，赛马在酒楼，咱们顶多去喝酒热闹一下，咋能连累他呢？那也不行。这是瓜州，不比长安，我心里放心不下。我现在就找他去。水哥，回来，我得说两句。咱来干啥来了？咱是来从军来了，不是为了儿女情长来了。那赛马来瓜州是赛马人自己的事，你管得着、管得过来吗？再说了，这从军就得有从军的样子，初来乍到，八字还没一撇，这么胡颠乱跑，像什么样子啊？让人家杜大人、毛大人咋看咱们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金哥说的对，依我之见啊，咱们先安顿好了，再去找赛马也不迟，是吧？石哥，你别听他的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了，睡觉。睡觉就睡觉。哎呀，睡觉睡觉，这我也没说错呀。哎。咋是他呢？咋了？真是冤家路窄。几位少侠稍等片刻，我去向毛大人禀报一下。好，有劳。有认识？前2天我在一个西瓜摊前见过他们几个。毛大人，毛大人，当朝御史王大人从长安遣来5位少年，杜大人让编入您的马队，都在外面等着呢。几位少侠，这位就是游骑校尉毛大人。啊，认识认识。参见毛大人。参见毛大人。咱们认识啊，毛大人。啊，打过交道。就是嘛，在长安城。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那当然了，咱没胆儿敢来这儿从军啊。只是没想到会成为你的手下，听你指挥。你不太服气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服气，因为你是官儿嘛。铁哥，你就不能闭嘴吗？毛大人，这个铁哥一直就话多，您别介意啊。我知道，你们每个人
都有点本事。不过到我这儿，我还得试试你们。这不是难为你们，这是尽咱们马队的规矩。请毛大人吩咐。我史健，我史编，我是皮弹弓。好，我的能耐，毛大人是知道的。你想想，在长安，在瓜州客栈，毛大人，你想不起来了？我告诉你，长安是长安，瓜州是瓜州。您的，物归原主。我过关了啊，该是你们了。后生们，校长见。别动他！毛大人，这小子，禀毛大人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开始。开始！驾！跳！跳！5个少年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先勇后杀，知道吗？
抢夺贡品，高枕是要拉下马，杀5个少年是要永绝后患，两件事并做一样，血洗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毛大人，我们通过了吗？猴子，在。毛大人，你觉得过关了吗？啊？过了。过关了，还不带他们去换装？是。走吧，换装。哎，你不是那个？就是啊。对呀，一起吃过西瓜。哎，对，就是西瓜地里吃白食的那个。行了，别闹了，走了，换装了。哎，牵马的感觉咋样啊？啊，我们先去换装吧。奇怪，你小子又想起潘溪村了吧？哎，这小子，他杀了咱2个兄弟。我们可是杀了1村的人呢。哎，毛哥，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这咋又活过来了？没办法，那小子命大，跑了。跑了？那咋跑到咱这儿来了？老天的安排。老天安排，啥意思嘛？在潘溪村没做成的事儿，在这儿做了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天上找不着，地上找不着，自己送上门来，不是老天的安排是啥？老天，就算是老天安排，那也不对呀。哎，咱要灭的是1个，可现在你看来了5个，个个身怀绝技，这咱咋弄啊？身怀绝技又能咋样啊？身怀绝技能抵得上我背后小黑手？它是我的河，太别了。毛哥，你说他不会认出咱们来吧？现在还不会，但迟早会的。那他要认出来怎么办？等他认出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死到临头了。对，这下就明白了。来，咋回事？你看看你那怂样子，咋回事？帐篷没人。我跟你咋说的？让你盯着人啊？人呢？我们一起从教场回来的。我让他们在帐篷等着，我去拿行头，行头拿去了，人没了。你是怎么看的？马呢？马在马房，他们肯定出去玩了。你肯定？马在吗？刚来瓜州，新鲜。笑个屁啊你！找去，找人去。是。找不回人来，你知道烤全羊吧？是。找不回人来，我给你烤全人了。是。滚！滚！
嘿，几位客官，来了。今天可真不巧，今天马烙馄饨、烤羊腿、湖北羊脂包全都卖完了。哎呀，不吃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吃过了？嘿，你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来酒楼干什么？我们是来见赛马的。见赛马的？嘿嘿，你们早说嘛！赛马的胡旋舞在我们瓜州可是堪称一绝啊，是我们酒楼的新节目。可是今天已经快打烊了，你们呀，嘿嘿，改天再来吧。不行，我们今天就要见。对，今天赛马的身体不适啊。胡说！昨天我们还在广场上看他活蹦乱跳呢，怎么今天就不舒服了？对呀，你们分明是店大欺客，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说话。哎，铁哥，怎么了？不见赛马了？我们来这儿就是要见赛马的。哎，去叫你们掌柜去。去啊，叫你们掌柜的。哎呦，几位爷年纪不大，脾气可不小。这么大的火气呀！我就是好月楼的掌柜13娘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他们要见赛马。见赛马啊？怎么个见法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赛马的朋友。朋友？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？我们在长安相识的。是吗？在波斯酒楼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赛马，还有阿卜杜。不用问，不让进。哎，为啥？对啊，我这好月楼有个规矩，只接待客人，不接待朋友。送客。哎，别！怎么，要闹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就让我们见一下赛马吧，我们有急事儿。我都说过了，不让见。就算我们是朋友，给钱总可以了吧？哼，有钱啊！这还差不多。是要陪酒啊，还是要看舞啊？随便，只要能让我们见到他就行。我13娘的好月楼从不欺客，我去叫他。哎，几位客官，这边请。我们不是来看你跳舞的。哎，姐。那我们就看吧。来，喝！不是来喝酒的，放开！不，放开！不放！雪哥，姐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认不认我们了？我手上还戴着你的手镯呢。阿卜杜，你别敲了，行不行啊？别敲！够了！这是那个小狐狸精送给你的香囊吧？他喜欢你，他就该跟着你到瓜州来，就应该像阿普都一样，我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。
他喜欢你，就该像我一样，你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我拿身子拿命陪着，做这么一个破玩意儿，他就算喜欢了。既不用吃苦，也没有危险，这真是比放屁还省力的喜欢。姐，你们大唐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的虚情假意，是吗？你说，你就是喜欢这样的虚情假意，是不是？姐，你别说了，给我走开！姐，赛马，赛马！他听说你要来瓜州啊，他把波斯酒楼都给辞了，我拦都拦不住，我只能跟着他来。你知道，他还要赶在你们前面来到瓜州，走了几千里的路，都累死了。他每天去广场上跳舞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等你。他知道那是去刺史府的必经之地。其实，我才不愿来瓜州呢。哎，这顿酒钱呢，白花了。我们去找13娘。走，走走走走！哎，几位少侠，请留步。我说哥几个，这刚到瓜州，就知道这寻花问柳的地儿了。招打！我看是你们招打，擅自离开军营，抽马鞭是轻的。敢！铁哥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毛大人说的。找不到你们，我就得替你们挨马鞭。我们是真的有事。不行不行，赶快跟我回去，毛大人等着呢。要不我们改天再来吧。你们要不回，可要派班兵缉拿你们了。哎，等，你别跟他说我们来这儿啊。那也别提西瓜的事儿。一言为定。快走。石哥，走。站好。禀毛大人。进来。进。参见毛大人。哎呦，坏了！真抽马鞭！干啥去了？逛去了。告假了没有？这没有。杜大人怎么说你们的？威武，精神，国家栋梁。国家栋梁就可以违反军纪，就可以干这种狗屁事儿。我跟你们说，违反军纪是要受罚的，这是军规，也是我的规矩。听清了吗？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听清了就好。哎，我这儿有棍子、鞭子，啊，2样，你们任选1样。谁先来？哪位少侠先来？毛大人，我们是来参军的，可不是来挨你的马鞭和棍棒的。反正我不愿意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也不愿意。金哥、银哥，你们呢？废话。毛大人，你看，我们都不愿意。这就叫他妈没规矩，放狗屁！你们违反军纪，本官要处罚你们，还要你们愿意？啊？
我愿意就行了。嗯，给我挨个打，先打他。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哎，让他们退回去。哎，我们还没换装呢，还不是你的人，不该受处罚的。对，哎，对啊，我们还没换装呢，所以就不是军营的人，不算是军营的人，也就不用遵守军纪。那要是退一步讲的话，就算我们是军营的人，受军纪的约束，我们也应该知道，军纪有哪几条、哪几项，知道了才能遵守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不知道不为过，无过就不应该受罚了。毛大人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，你想是不是？嘿嘿。干什么？确实没换。真没换。确实没换。没换军装。不懂军纪，所以没过。说的有道理呀。如果他们没错，你就有错。毛大人，怎么有我有错呀？人里没有我，土里没我，烟土里都没有我，毛大人。那你说哪儿有你？跟我说。为啥不给他们换装啊？一转眼人就不见了，毛大人！再说，毛大人！毛大人！再说，毛大人，我错了，毛大人！毛大人！打死毛大人！再说，毛大人，我理罚。你们没错。是他错了，他错了啊！他错了，你干啥你？毛大人，为什么不换装？啊！多加栋梁，啊！还要打，精神！不用！毛大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毛大人，毛大人，水哥，水哥，毛大人，水哥，我错了，再说了，毛大人。长没长记性？毛大人，饶了我！哎呀，他这是打猴子给咱看呢。明摆着吧，杀鸡我看看。在他手下没好日子过了，不信你们看吧。行，都别说了。行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这身行头啊就不能穿，穿上就没自由了。怎么就不能穿？咱跑了几百里路，就是为了这身行头，现在放在眼前了，又不肯换，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。我的话只代表我。哎，不能光代表你，也代表我。嘿嘿嘿，哪儿都有你是吧？水哥，咱不会不从军了吧？从军不是卖身呐，出门不告假就得挨马鞭，我可受不了。这家有家法，国有国规，这个军有军纪，天经地义啊。出门告个假，不就不会挨骂？就是，我喜欢自由自在。哎，我也喜欢自由自在啊。得，那没招了。你们想想，想想，咱咋来的这儿？王大人咋吩咐的？咱自己咋表的态？水哥，这别人不想，你不能不想吧？你就直说我嘛。说你咋了？说你咋了？说你还得往前说。咱咋认识的，水哥？咋成了哥们弟兄的？歃血为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都成了屁话了。使小个性的是你，啊，无事生非、无理取闹的还是你，还来脾气了。来脾气咋了？哎，金哥，有时候也有我。什么叫有时候？什么叫有时候？回回都有你。没错。
水哥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改主意了？你要是改主意，你就跟我们直说。没有，没有，那没有为啥不换装啊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担心赛马吗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，他应该回长安去。这换装跟赛马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咱们换了装就不去好月楼了，就不能见赛马了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万一不给告假怎么办？凭啥不给告假？啊，铁哥说的没错，充军不是卖身。有正事他不给告假，我第一个跟他翻脸，我拿蛤蟆剑跟他说话，行不？你看行不？别了，别人能看出来。咋了？咋了？你们这是咋了？没咋了，没咋，赶紧换装。换，快，快点，换呀！你呢？我先不换，我去一趟好月楼找13娘去。哎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哎，我也去。不行，我都挨过一次揍了。你闪开！不闪。云中来，风未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诀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世间。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缺。一曲长。